3天后，宋家宣布撤资，顾妍的公司资金链断裂。一夜之间，所有供应商上门讨债，他躲起来了。宋瑶搬出了顾妍的公寓，住回宋家。他发了一条消息给我，我想把孩子打掉，我没回，这不是我能替他决定的事。富西州的公司收购了顾妍公司的部分资产，价格压得很低，顾妍不得不签。签字那天我去了，我走到他面前，低头看他签字的文件。你欠我7年的青春，我不打算要回来。你欠我一句道歉，我要。他沉默了很久。对不起。不够。那你想怎样？我要你记住，你今天失去的一切是因为你选择骗人。出门的时候，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眼里有恨，但我不在乎。